为什么没灭火器啊？灭火器灭一下。哦，燃到了，完了。现在灭不了了。可能它轮胎爆裂，轮胎一燃了，轮胎可能爆炸了。啊。我哟，我这没见明星，就那个厂家找厂家的麻烦，这个就把不保险。我就把等下那个电线变一下。哦，轮胎爆了！哦，大家站远一点，大家站远一点。我来咋过来了？哎呦，完了！咋过来的？不行，没可能。过来。哎呀，这个119就完了，119完了，这火这么大。这个车10多天的新车哈，比亚迪唐，才1000多公里，看下这比亚迪的质量。谁为你守候？谁陪你白头？带着你远走，只是希望你会偶尔想起我。